经文37。来，咱三甲来。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公正直，毋通羡慕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 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卖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为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 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OK， 恁感觉拄则咱读的即个课英文水也无水？水吼，请迄个基琴兄用毛笔写一个送互你，搭档恁兜，特别逐日都爱互囝去看。 我想基督徒特别都爱定拢都爱互相提醒，诚做一个有智慧、有快乐，特别在世时，逐个人拢看会到，我真正活伫快乐的内面的人。OK， 咱来看今仔日要吟的两首诗。 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会记得人生搁食无偌久，咱爱直咧祈祷上帝，真正互咱安尼日子，对年纪若大，咱会当若完全互主来欢喜。来，我主我救主。 对咱的心底唱出来哈，来！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求你欢喜点的我心到永远，我需要龙小路，我心谦卑，求主把我生活我被看呀生。 随请咱来，咱过来看22首主上帝的正手。这是盛文生甲牙买加遐来的歌吼，来。 来，主上帝正手，伫咱中感谢你，写出仁爱关联的话，咱中无甲失败，甲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 一摆，主上帝正手，伫咱中感谢你，写出仁爱关联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
祷。当阮来到你的面前，上帝啊，求你用你的正手来引带。当阮来到你的面前，上帝啊，用你大权能的圣手扶持。阮这个时就要伫俄罗吟诗的中间来进入伫你殿院的敬拜。愿你互俄罗的团契，愿你互阮逐个人伫咧吟诗对心底。愿你互阮逐个人伫教会门口埕遐的欢迎，以及阮做阮看袂到教会做角落伫遐有人伫咧祈祷，有人伫咧请安。上帝啊，愿你用你的正手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互阮有智慧所讲的话对人有起造。愿这个时，特别伫这个时，阮少年英雄兄，阮少年。潘长老，阮少年教会内面侪软者虚弱，需要你的正手扶持的家庭甲个人。主啊，阮就要礼拜，愿圣神伫阮的中间，因带祝福靠主的名，阿免。安休日的透早，咱来学老主，因为学老主，咱要见着主，咱的心内就有平安。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因为透早起来，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老主，透早起来，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请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唔知影咱对昨下晡到昨下夜，一直到今仔日早，你的心内是毋是真正有平安？有因为外口的炮啊声，互你感觉足压杂、足烦的无？有因为路有足侪人，交通足复杂的，会定定塞车，互你足生气的无？无要紧，这个时阵邀请大家，你将这个情绪拢家客一边，邀请大家用咱的心、用咱的声音，也用咱的双手来敬拜阿拉独一真神，因为伊要将真正的平安甲欢喜拢赏赐互咱。透早起来，阿拉主；透早起来，阿拉主；透早起来，阿拉主。
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落主，透早起来，我落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哦老主，透早起来，哦老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因为透早起来，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天上你，地上你，上帝我要阿乐你。万物小你，你所创造，上帝我要阿乐你。蓝白小你，你所建立，上帝我要阿乐你。公义小你，主爱小你，上帝我要阿乐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咱来用咱的双手，也起咱的双手来学了咱的主。天上你，天上你，地上你，上帝我要阿乐你。万物小你，你所创造，上帝我我想你，你所建立，上帝我要阿乐你。公义上帝，主爱上你，上帝我要阿乐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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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咱生活中间，一句话常常可能会当影响到咱一天的心情，甚至一句话伊会改变一个人伊的生命。一句欣赏肯定的话，会互人更加有信心；一句呵乐鼓励的话，会当互人得到快乐；一句我爱你。会当互人的心感觉真温暖，总是嘛有可能一句批评指责的话，互人感觉意志消沉；一句诽谤的话，可能会当互人甲人中间失去信任。总是嘛有一句话，对古早一直到今嘛，当咱伫个快乐欢喜的时阵，迄句话要甲你三甲做伙欢喜；当咱伫个忧伤艰苦的时，迄句话要甲你同流目屎，迄就是上帝的话。邀请大家咱做伙来思慕伊的话，因为咱要得到真正的福气。思慕的人福气。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伊的爱是咱路上的光明，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将伊的话常常藏伫心肝内，人生的就会真顺遂，咱着常常
上思慕也好看，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人生亲像溪边的树。鸟仔天顶飞，蝴蝶春春飞。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伊的爱是咱路上的光明。咱着常常思慕也好看，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将伊的话。常常放伫心肝内，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遂。咱着常常思慕也好看，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亲像溪边的树，鸟仔天顶飞，蝴蝶纷纷飞。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人生亲像溪边的树，鸟仔天顶飞，蝴蝶纷纷飞。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主啊，求你对我讲话，用你的话语充满我。我的心依爱你，我的灵降服你，我的心要来敬拜你。那落切切希望溪水。主啊，我心希望你亲像路引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品牌，我连道都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主啊，我心希望你亲像路引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品牌，我连路都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三甲来起立。摇花满有人民，有稳定，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伊的心神着安息，伊的护卫要承接土地。这个时阵，咱三甲来坐念使徒圣经，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下，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这是犹原徛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我伫天灵阿爸爸上帝，你创造万有，全能掌权。阮用学乐甲感谢进入你的殿来敬拜，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阮感谢你听阮，感谢你顾念阮卑微有限、软弱、常常犯罪，对过去一路扶持引带到现在，阁互阮有机会伫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国度，侍奉学乐。你满有恩典，阮就得平安满足。恳求你帮助我，虽然经过水火、苦痛、患难、病痛，阁有死实，有缘徛在你的面前，帮助阮时时体会你的同在甲你的安慰。伫阮孤单的时，恳求你看阮；伫忧伤的时，刺激阮的目屎；欠缺的时，就补足阮；出外的，阮就得平安。恳求你帮助阮，时时清起阮的心。学习交托仰望，使阮信心仰望，勇敢向前。恳求你，圣神即时进入伫阮的心内，开阔阮，用阮心灵的目睭来甲你相拄，用阮的心来甲你相拄。恳求你的话，即个时阵进入伫阮的内面。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的这是咱三个来交托启应文，我来请大家来印吼。启应文37篇，咱三个来启应。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羡慕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谈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白。正直人的老爸为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下面咱三个来恭受上帝的话，马太福音第5章，咱要为第1节来看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1节，耶稣看见遐个规阵的人就爬上山，已经坐，伊的学生就近伊，伊开喙教示因讲。
心内丧向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咬喙打힘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捆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以上这是咱三个来念今仔日的金句。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咱三个来坐念，咱先念台语。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咱华语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下面学乐，咱请献歌队，因的诗歌是我感谢你主啊。
下面讲到，王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有福气的人。第7讲，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兄弟平安，真欢喜，伫耶稣基督的名，咱逐个人三甲伫遮。毋知你看到遮个囡仔伫咧笑的面容，你感觉安怎？我家己即马做阿公，你知影做阿公是足幸福的代志啦，吼！即款的快乐，无做着阿公的人袂明白。下早起透早，我去看永成兄，昨昏我去陪伊。下早起已经无法度通讲话，上帝随时会调伊转去。昨昏伫咧甲伊讲话，伊上大的遗憾是，食到即个岁也无法度做着阿公。我爱弄出这摕咧录音机，甲录，叫大囝的名，叫第二囝的名，请你甲囝讲一寡话。但是伊讲已经真忝啊，无法度录。下早起我就接到消息讲已经放落去啊。囝嘛伫咧问我，牧师，伊最后的期待是啥物？就是要看到家己有孙啊，就当嘛孝个。因为一个生命出来的时吼，一个生命出来的时，一个婴仔的哭会互规个家庭的人紧张起来。一个婴仔若开始笑，规个家庭就欢喜个。苏贞杰即马做阿嬷，做安那做甲人啦吼。所以一个小 baby 的，一个小 baby 的哭甲笑，伊会牵动规个厝内的气氛。是安怎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呱落地了后，拢真清纯，拢真可爱。食到你即个岁，煞全哪来若无快乐？上帝将一款年岁交代你，成事伫你的手创造，甲互家己年岁若加添。逐个人拢过甲真辛苦。但是你哪来，煞若失落迄个应该有的笑容？甜出来的笑容，毋是笑容，是对心底真自然。所以，阮真钦佩一种的人，看到伊定定拢带着微笑，伫咧款待人，伫咧甲人讲话。但是慢慢甲伊接触的时，才知影讲，即个伫咧定定伫咱的目睭前，伫咧微笑的人，竟然伊的遭遇遐尼凄惨，伊人生拄着遐侪代志，但是伊还阁定定带着笑容。咸菜你要讲，迄假的啦，迄激的啦，有影，我甲你讲，有一寡人是激互看的，转去到内面伫外口。真光彩，入去到内面，面照一个假落，妈妈好有影。但是我阁看到有少数的人，伊就是转去到内面，你甲要有机会做落去讲话，人生拄着遐侪凄惨代志的人，伊也阁会当保持一个真乐观的态度，甲你伫咧讲人生，然后讲伊的欢喜甲感谢。因为伫你的人生的中间有太侪忧愁不便，即么问题是普通时，你知影伫咧看你的人生，你是要捡遐无欢喜、无快乐的代志，还是其实伫咱的日子的中间，你要注意看，其实咱对父母遐互咱的好的、祝福的、支持的，大大赢过父母对咱的歹。有当时啊，父母伫咱的身上嘛会犯错，真侪人到即句也阁真气伊的是大人，不满意的是大人，
因为想到的拢是爸母的歹。但是有一寡人，互爸母骂，互爸母罚站，互爸母拍，甚至爸母真无人性伫咧款待，伊也搁伫咧讲假债。阮是大人，古早安尼严严甲阮处罚，甲阮教示，我才有今仔日。所以，即个看人伫咧成长的中间，你按怎样？脑的内面、心的内面伫咧想啥？是咧想人的歹，还是扣人的好？你若定定会当扣人的好，你就会感谢伊；你若定定伫咧扣人的歹，迄个人按怎样，搁较按怎样，为着你做死，也搁互你嫌甲，咱讲做甲流汗，嫌甲流烂。吼，这阮啊才哥上到讲这。因为今仔日耶稣伫咧讲，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其实咧是一种的心灵的态度，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即马上行的心理学叫做 positive psychology。无论你拄着什么代志，你拢会当对正面去解读，对正面去看。因为请问，对负面看代志，是下伫咱的圣经，还是正面看代志下伫咱圣经的教示？正面，因为几若千年来，这本圣经早就甲咱讲，凡事道道来，要互听主的人安怎得到利益？凡事不管好歹事，所以今仔日咱望学着一项。耶稣甲你讲，你要入天国吗？是。你若要入天国，会记你就爱活倒转，活倒转做婴仔，活倒转做囡仔，因为囡仔的心真单纯。意思是太大活倒转。上帝互人才会年岁，上帝互你才会年岁。你定定已经拢年岁哪多走哪远，离开上帝哪远去啦？所以上帝讲：囝，活倒转，活倒转，活倒转。所以每一个转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你拢都爱 return， 拢都爱活倒转，活倒转亲像囡仔，对囡仔来学，对囡仔的单纯来学。我想，这个是什么人的微笑？蒙娜丽莎哈。达芬奇画这幅图的时，伊的名声，伊互世界的少年队因为这幅图留落来。这幅图的水中间的一项是，你无论对倒一个角度甲看，伊拢若敢若伫咧对你笑。人生无论你对倒一个角度甲看，伊拢伫咧对你笑。敢有可能你我咱换来当活出这款的人生？对，无论对什么角度来看你这个人，你拢保持一个真健康、真正面、真乐观，伫咧解读人生的大细项好歹事。所以根据好歹安怎变化无定，上帝在照顾你。咱敢有可能？我想迄个是一个，咱讲咱要成做一个蒙恩的人 ，OK， 要成做蒙恩，你我咱拢咧期待，但是这已经一句话甲你讲，学习建立一款的人生的态度，无论你拄着什么代志，你会当流目屎，但是你袂当埋怨，你无埋怨的权利。你若要真正会当要成做互上帝祝福的。就是拄着真侪无应该，甚至人对你的凌辱，你会当流着目屎，也搁伫遐咧敲切上帝啊！到底通过这个，你要对我讲什么？
你要伫我的生命中留落什么？你爱我调整什么？你爱我，你要送互我什么礼物？你要安怎帮助我，互我的生命更加提升？到底你要对我做什么？有一日，大份子，伊叫一寡艺术学艺术的学校的学生到伊的画室去参观。啊，遮个学艺术的人入要到伊个，哇！你若有机会入要艺术家的厝吼，来，咱小讲看卖呢。艺术家通常是好嘢还是善？艺术家是好嘢还是善？善匹配，我甲你讲，真少数出名的艺术家拢死了后，死了后钱拢别人咧趁，伊拢伫伊在世时拢足善。所以这是为什么艺术家拢爱叫医生吼？是安者，艺术家都爱叫医生，因为医生会疼惜，医生经济较饲咧安尼。但伊带遮个，或者艺术系的学生伫伊内面，踮伫咧参观，后来逐个人看，这幅太遐尼奇怪，这幅太遐尼特别，逐个人才开始直画来，直画，拢真伫遐。拄啊伫遐咧开中间，一个学生不小心，拄啊伫互踮咧开来开去的时，一个学生怎坐落去，怎坐歹100度。你甲100度坐歹去，这个导演师伊看到这样代志，心掠狂，怎甲这学生赶出去，怎拢甲赶出去。赶出遐学生惊着走出去了后，伊阁拿直骂，过来完啦。过来日子完全无法度通作画，过来日子伊都敢若点直想讲，我迄百歹去。这个教师囡仔来，我这个甲我迄百弄歹去，完全无法通作画。即摆问题，有人甲伊定100，慈祥的耶稣的画像，时间直直逼近，直直画来，伊逐摆落笔，安怎样画都画袂出迄个慈祥、怜悯、慈悲的耶稣的像，安怎样画伊拢无满意，若无满意，伊若想起遐个囡仔干扰伊的心，日子佫直直活，直直过，伊心直直急。后来有一日伫祈祷的中间，伊发觉对十字架顶的耶稣，伊爱去做这样代志，所以伊就走去学校，甲迄个甲伊做歹画图的迄个囡仔。请学校帮忙伊要见伊的面，然后佫带即个囡仔转去到因兜，然后直直甲伊回息咧。这段时间，迄日你来，我迄个脾气，我掠狂甲恁骂，可能互恁惊着，我要甲你回息咧。有即个大师甲一个学生会师咧，大师迄个学生颠倒直直甲伊讲，那是我毋对，直直讲，我今仔日叫你来，毋是要爱你甲我会师咧，是我感觉迄日我的动作太粗鲁，然后伫恁遮个青年的面前，我流露我太无应该的形象，所以我要送你100度，毋望你会当原谅我。哇！迄个学生他有可能咧，但是就是因为两个人伫迄个互动的中间，因规个得到和解，然后听到迄个囡仔欢喜，直直甲伊行礼，直直甲伊说谢，直直佫甲伊回息咧。但伫迄个真复杂的心境下面，迄个囡仔转去，迄1、2工，伊个慈祥的耶稣就画好啊。迄个慈祥的耶稣，为什么？因为心，伊要画100度，伊家己的心爱带先平静落去。
由于伫偌侪咱的日子的中间，拄则建仁执事伫咧带歌的时，甲咱讲的话，事实是安尼。真侪时阵，咱有一寡代志，甲咱干扰，敢若一句话，咱就想几若工，敢若一项代志，咱心就愤愤不平。圣经甲你讲，毋通心怀恶意，毋通定定拢踮咧纪念人的歹。但咱定定伫咱的生活，上帝互咱24点钟，咱定定用24点钟的绝大多数，咱拢伫咧想歹、想不满、想埋怨、想安怎，所以拢到尾啊，咱的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空气、要紧的人生的任务，上帝互咱生命的任务，咱拢无去做，这是足无彩。所以你要看见上帝讲嘛，要看见讲啊，清心的人才看会到。你的心若无清，你看袂到上帝；心无清，你无法度通感受上帝这个时甲你三甲同在。所以这个时，咱要做这样空气，伫主的面前，上帝啊，求你除去我所有歹念头，除去我这无应该的，除去我这个我望等下你原本。要来做礼拜的时哦，可能你也阁有心不满，伫咧塞车桥倒来路，你也阁咧想讲，等下我若礼拜煞，我若倒转去，你就知死。我嘿，拜托呀哈，清除这个物件，除掉，归换你的念头，因为你甲这个拢清除了后，你才有机会看见。然后有看见上帝听上帝恩典，是不是记顶耶稣基督也阁定定伫咧讲，爸啊，赦免因所做，因毋知。你有即款的感受了后，你就已经慢慢啊，你会进入上帝讲的恩典祝福的内面，清除拄着，然后你家己本身得到，怎进入伫迄个蒙恩的路。清心寡欲是咱定定伫咧讲的，所以你若要心若要清，请你的人生、你的生活毋通复杂。定定，我对青年的时代，对我国中的时，定定都伫我的课本各种的课本的内面，伫我的课本的底页甲迄个底页的内页。直直拢咧写我人生的座右铭，我嘛伫咧讲，我的人生到底最后我蒙牌要到底要写啥？敢若要写王俊才当时出世、当时死吗？还是会当写一句什么款的座右铭？这句座右铭伫咧表明我这个人一生的价值，嘛一生我活出什么款的价值？由于咱真侪时阵，咱爱用一个你对少年的时，即少年囡仔哈。伫你的人生，你真正爱建立到底，你人生要伫啥？想好清楚，讲好清楚。李登辉总统讲说清楚、讲明白。像伫你的人生毋通复杂化，即世间直直互咱直直复杂。我要拜托咱遮的家长，拜托咱遮的家长，就叫你的囝莫用遐侪时间去补习。用较侪时间来教会，较侪时间来参加团契。外口的世界的批评，袂互你的囡仔变较聪明，变较有智慧。今仔咱的启永文的智慧。三都长了直直好，互因查某囝刣遐老好啊！咱真正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的人生绝对爱简单，才有法通清楚。简单的目标，然后伫迄个真简单的目标，你爱去排除一寡无必要的。清心的人绝对是寡欲。主要所讲，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爸母嘛，定定伫咧教伊的囡仔讲，一心不要两用。到底咱的一心一用、一心一意？迄个一心一意，迄个意义伫倒位？对你的人生来讲，伫倒位？咱用太侪时间去互物质的世界，甲咱绑掉咧。
真侪人伫咧骂咱家己的台湾青年，伫咧讲台湾青年害啦害啦，甲中国的青年袂比啦。人中国的青年偌认真偌拍拼，有真侪人安尼讲无？讲我真侪青年，中国的青年安尼日时拼，暗时拼，都咪咪真钱，就是要趁钱，要成功趁钱。我甲你讲，这若是你的囝，你敢要互伊安尼过即款的生活？我要甲你讲，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姊妹，咱来感谢咱的台湾已经进入到遮，有日时，有暝时，有工作的时，有休困的时。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这是大进步。你爱你的囡仔，搁倒转去迄边遐过迄款的生活吗？无眠无日，干那要趁钱。我伫温哥华，今仔日有几下温哥华的长老甲执事甲遮个同工伫遮，偌侪人，阮伫遐咧背啥？40-50岁移民去到遐，是因爱移民吗？身体袂堪的，因若无休困，因的身体就放弃就死了。你爱互你的囡仔到40-50，就真正都虚咧吗？无爱。咱的囡仔过较简单嘞。上帝今日你若有专业，你对细汉就有专业，你的人格有信用，做啥物代志会当互人欢喜信任，交代你的代志都拢会当做甲真好势。我甲你讲，你的学校无一定爱真好，你拢会当伫你的位过真好的，然后真侪人信任。我即礼拜我感谢上帝，我还阁有法通徛伫遮讲道。我顶礼拜，因为牧师娘做阮真袂用啊，我休困的时，我走落去，啊，然后伫高速公路发觉讲车太奇怪，哪来哪严重，啊，都无感觉安怎，因为我的车足定期咧保养的。啊，来请圣经兄。我咧无用，请伊替我去互人检查者。圣经兄讲，牧师，你咧脸都变形啊！毋是讲一脸变形啦，2脸变形啦！啊，你我拢伫高速公路，我的车若伫我的手咯，拢凊彩走了，都拢霸气。所以走几礼拜也阁无代志，但是去换的时，哎呦感谢，2脸拢变形，也阁会当。我今仔阁徛伫遮。要讲的是，伫咱人生的路，真侪时阵，咱安尼咧走撞，到最后，你上要紧的性命去互换去啊！你敢知？你上要紧的性命的品格去互换去啊！你也毋知呢。耶稣讲，较单纯的，一个人袂当有2个主。你要侍奉上帝，还是要侍奉马门？有人讲啊，牧师当害啊！我经济袂歹啊！我安尼有罪吗？拜托咧，毋通安尼想。经济好是好啊歹？好啊！我嘛咧拼，我嘛我会当进财。但问题是爱甲即个刻伫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内面。所以上帝爱你的，毋是甲你摕倒转来。上帝爱你，你拢每一个人，你拢爱甲你的性命、甲你的时间、甲你的财情，拢去互上帝用。所以为着上帝的名声，为着上帝，然后你诚做一个有疼心去甲人服务的人，迄资源拢你来分配啊到尾啊，互人看见应神益人，即个人生的价值伫你的手。伫咧亚精子的故事。30倍、60倍、100倍，但是有一种的人是去互所有这世间的这杂条咧绑起了。今仔日咧讲，你若要成做一个蒙恩的人，讲即种的蒙恩的人会当看见上帝，你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
足清楚，每一个人无论各行各业，你遮个代志拢为着上帝国甲上帝义，然后你各行各业做恁去，你的心思意念有上帝，干那安尼尔。我看到真侪事业家伫伊的办公室，拢毋敢挂十字架，嘛毋敢挂，互人知影伊是基督徒。我心内对伊遮个人，我可怜，因为偌侪拜拜的人，甲土地公、甲关公、甲妈祖拢客担伊的店的，客担伊的餐厅。你会因为伊菜的你都无入去吗？因为伊好食，你就入去。你目睭前看到迄，你嘛是食到簌簌叫。你若是一个好有专业的专业者，你会因为挂一个十字架，你就会减少你什么款的吗？无。因为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太少甲尊主做大，甲你的信仰表明伫人的面前。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恁爱的拢要煞互恁。耶稣伫所有试探的中间，伊甲遮拢排除掉。第三，清心的人是尽力了后，家己尽力了后，就会当交托主的人。你要清心的人，圣经一再伫咧讲交托给主，交托，甲你所爱的交托耶和华，甲你的心思意念交托伊，毋是讲交托伊怎啊？放死囡仔体等候上帝，你迄是无责任。伫即个才有一项前提是，你有信仰，有信仰的人尽你的本分，你的本分尽了后，主啊，我都到遮，过来就你的代志啦。咱啊家己这边尽力，我甲你讲哦，阮做牧师的偌可怕，你敢知？无拢是代志足侪哦，突然间佫一个佫出来，卜一个遐佫出来。你拍算讲当时这是要准备要安静的时间，卜一个遐佫来。我伫阮高华，常常牧师若要甲你约时间拢约无，所以逐个人创学这，突然来甲牧师离电铃，所以拢时间拢叫离电铃的人摕去，所以有人伫咧抗议，讲离电铃的人有法当见着你，甲你约时间的无法当见着你。牧师人的时间有当时，你若牧师做了人爱哦，人直直要找你；若牧师做甲人无爱哦，你规礼拜伫遐拢应拢无代志做，人有代志嘛毋敢找你。即时间到啊吼，时间到啊，当下啊工厂准备无好，要安怎？时间到啊，工厂准备无，要安怎？掠讲嘛无效，掠讲嘛我。去台南一间教会做礼拜，拄啊伫遐咧礼拜是牧师，我昨暝到3点半，也搁伫东宁路踮遐伫咧游说。礼拜透早的工厂，时间一点直直到，我无法度通精力袂好势，甲迄个达芬是共款，精力袂好势。时间直直到，若急若无法度通好整理。要做牧师，迄个爱定有迄个通担。因为注意一项，你敢若注意目睭，敢若做一项，目睭敢若注意一项。伫你要做的代志，逐日要做的代志，毋通伤济，但是设定你要做的。然后，敢若甲遐要紧的，英语一句话叫做 “first thing first”。first thing first， 要紧的意思是讲要紧的代志安怎较慢做还是大声做？要紧的代志大声做。first thing first。做学生的常常拄着一个问题。拢直直参加社团，参加啥，到要考试的时阵，拢无准备，是次要的代志，无要紧的代志占满去，然后互你重要的无当创。伫即个才一个真要紧，一个是讲咱基督徒爱养成一项要紧的代志，大声做，你的部分的代志做好完了后，你交托。
做了后，你着主啊，我将这个交予你。我有对我温哥华的长老学一项 ，My part, your part。常常伫咧讲中会的一个中会一个牧师伫咧讲，这个是咱两个即摆要讲一个共同爱完成的。我做啥，你做啥，咱分头进行。我做阮教会即边即个遮，你转去甲恁的教会安怎？恁完成啥，我完成啥。翁仔某嘛是安尼，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人无外交，会记得人无外交，你无法通做完成所有的代志。所以基督徒毋通做完美主义者。什么代志若无你的手无精心规划了逐项，然后你会袂放心，那即款的人较容易暗时困较袂去。你着做你甲遮弄了后，然后交托给上帝。会记哦，真侪时阵咱歹困时，因为咱无法通交托，咱看愈伤侪。真侪时阵，咱甲囝儿的冤家，甲囝儿的冤家，定定拢吵念，啊是安怎吵念？你对伊无放心，你对伊无交托，你对伊无相信。所以相信你的囝，然后甲伊交代清楚，这是你的部分。准时起来，准时去读册。甲学校的代志做好，这是你的工课，毋免过来操烦着爸母。所以爸母努力的代志，你毋免操心；你的代志，爸母毋免过当啊操心。你的代志，我的代志，会记伫即个遮用即个原理，咱的代志，咱的即部分，咱爱创好，剩的交互上帝。我想。要按怎样真正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清心的人会晓分辨这项；，搁另外，清心的人会晓做一项代志，十字架伫头前，世界伫后壁。这个甲拄则有同款的所在。伊心意真正掠十字架，若敢若保罗讲的，对我来讲。世界已经伫后面，十字架伫头前。对我来讲，世界已经定死啦。即摆问题是，请问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是甲耶稣定死，还是甲世界定死？真侪时阵，你还阁活伫世界的顶面，然后你阁甲耶稣阁一摆阁伫遐定死，因为你咧听、你咧道的拢是世界，你心内偶像拢是世界。耶稣咧对你讲啥，你拢怎？所以我真担忧现代青年人，真少把耶稣当作生命的偶像，真少把圣经内面的人物当作偶像。偶像讲的话，你就会刻伫心内，你就会觉得意。我毋望逐个人三甲来，你生命的品质由你家己决定，但你爱做一个决定。你是要甲世界定死，还是要甲耶稣定死？清心的人是常常的明白，我只不过是上帝路旁那定。有啥物代志是头家负责任，还是路旁负责任？真正大代志的事是头家负责任，还是路旁负责任？这是头家的代志啊！毋通做太太讲，迄个外口弄一大堆的代志，然后再出代志阮头家负责任，先生你负责任。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会记得咱拢是奴仆，咱的代志拢受托那定，咱无论做伫啥物以后位，拢是暂时那定。有人伫教会对教会讲：“我拄来即间教会的时，即间教会100几个人；我要离开的时，即间教会500个人。我甲教会带到遮，即摆我要退休，教会煞免包一包大包的互我吗？”
讲起来敢若有礼貌，有业绩嘛吼。刘伟，你做中执，你做什么团契会长，你无尽责任是你有在下啦。咱逐个人尽职努力完成你所托的主所托的工，迄是该言拿定。罗卜无应该甲主人成功，所以我阁4年外退休。请恁到时，我会当下台一鞠躬，然后我就点点离开遮啊。这段时间上要紧是你我咱着三听，你我咱着找着合一的心，到底咱要阁创啥？咱伫主的面前的交托是啥？你有代志，我有代志，咱的人生拢有真侪代志。所以遮我送咱2句话，遮讲啥？免惊，免惊，耶稣伫我的脚趾边。搁一摆，免惊，免惊，耶稣伫我的脚趾边。安尼是脚趾边是个意思是讲，甲耶稣等咧脚趾边是无？真侪父母伫咧骂伊的囝，啊！你是读册读咧脚趾边是无？毋是，即个意思是，脚趾边毋是甲等咧后壁无要插。毋是甲等咧后壁放袂记诶，免惊免惊，耶稣伫你脚趾边诶意思是讲，免惊免惊，耶稣随时甲你三个同在，伊甲你同在。啊是另外一句话讲，免惊免惊，耶稣啥？咱大兄。免惊免惊，耶稣是咱大兄，伊是有真有责任诶。会记你伫遮，你就会想到耶稣大囝甲浪子回头诶迄个细汉囝诶故事。迄个大兄看到细汉囝浪子回头，大兄怎生气？你是要搁倒来分财产是无？老爸，你要搁接受即款的歹浪动的囝是无？细汉囝一个倒来，大囝煞掠讲。耶稣做咱的大兄是，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拢流着目屎欢迎。囝若劳苦背重担的，拢来一群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耶稣做咱的大兄，伊无甲咱计较，伊干那要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儿，逐个人一家好害。我望咱伫咧学即个耶稣做大兄，学伊的心胸。耶稣讲，七条啊，上帝都看过；百合花，上帝都看过。恁的头毛，上帝拢算过。恁的烦恼啥？所以，恁若是上帝手中宝贝的萝卜，真心的萝卜，上帝拢关心你。He cares。这是我伫芝加哥大学的时所拄到一个真出名台湾人，伫芝加哥大学真出名的生化的老教授。迄个时我拄到伊的时，差不多是50几个，已经是20几年前。有一日带我去伊的研究室，伊手下迄个时有20几个博士班的学生，伫咧指导伊的论文，指导伊的研究。伊是世界真出名的人嘛，做过咱的院士。然后带我去伊的研究室安尼咧说，后来就经过一个老教授的办公室，然后就甲我带入去迄个老教授的办公室，甲伊讲话。这个老教授伫迄个壁顶挂一个联，2个字叫做看迄个发现，咱讲发现，伊讲发现。这是台湾话，发现。然后，这个老教授已经94岁，94岁摕到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全世界到即句摕到诺贝尔奖上多毕业生，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这老教授94岁还佫伫学校伫咧做研究，特别伊咧甲我讲一项。老教授讲者，即个老教授到即句94岁啊，
也佫坚持用上帝予伊的10支砖头伫咧做研究，伊无经过工具，伊就是要亲手做，所以研究拢是用伊的手做，亲自体验。然后伊佫咧讲一项，人无法度通学创造任何物件，人的责任是去发现上帝创造的时，伫即个宇宙内面有足侪奥妙，也无受发现。然后人的责任是去发现伊，甲摕出来。哎呀，老教授，廖世忠教授，伊佫甲我讲啥？伫人生伫咧做学术的时，有3段式，一个是找到一个领域是你。我安尼咧讲的是，我望少年的会当小可刻伫你的脑，因为你的人生还佫咧开始。这老教授的讲讲，伊的人生咧做学术，去找到一个你趣味的物件，然后你趣味的物件，佫是比较较冷门的区块，趣味但是较冷门。啊，迄个就差不多真少人伫遐咧拉，竞争嘛较细，然后较少人伫遐，然后你找到一个是你趣味的，较少人的、较冷门的，然后你跳落去，然后因为真少人，所以你会当对全世界去收集，然后去用心。你早晚的伫遐找到一寡别人无的物件，你就因为安尼你会出头天。所以找到一个伫别人也无落去的时，你跳落去，然后因为你发现的物件，后壁人会直直发觉讲，哎，这真有意思，哎，这有影，这有影。你直直出名起来，你直直发表的物件，别人引起侪人的趣味了，真侪人然对这个领域直直来，你看到一个程度。拉，那敢若伫游泳池内面，逐个人伫咧耳天啊，当啊拉，敢若落去的时，你都要跳出来，毋通搁当啊浪费时间，因为规个拢落去啊，找无边。然后听后，逐个人搁拢退开啊，找无边啊，搁拢退开啊。你然后你再搁去啊，因为逐个人搁拢拉过啊，伫遐拢会留一寡啥物物件，你搁慢慢啊搁整理，你会搁定心搁整理一寡物件出来。伊讲这伊最学术的3段式，有影。我伫台南新南医听讲智慧节我呐第1名毕业，啊，我原来摕到论文奖毕业，论文奖，拄敢若一个教授甲我讲，伊拄才对 Princeton 转去，凊彩来，你论文要写啥？我讲心理也咧叫我，历史也咧叫我，系统也咧叫我。我也无决定。来，我甲你讲，你做教会公布的索引，因为真侪教会公布内面有一寡要紧的物件，过一礼拜直过。后来不过活转来出，毋知迄当时出的。我真正我答应，哇，到5年、6年、2年的时间，我甲无顺利。我家早较早娶某，5年我娶某，然后租一个厝，我规个地板拢是我的资料，我整理，拢到尾我摕到论文奖。迄个时代，全台湾无有报纸类的 index， 计是较出名的期刊尔。所以我无老师，我家己安尼直直摸到尾一套物件出来。我出国10多年，搁倒转来，我倒去图书馆，台南图书馆。后壁我的学弟学妹拢照我的方法论，一个直直报起来。有影，安尼就我讲的迄个，甲即个3段式有一致。因为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要看见上帝的国。心要清，你都要调整你的心态。所以，只有一句话，咱甲无共款的版本，咱来读一下，好无？用华语来，预备来。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过一摆。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各另外和合本预备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咱过来甲迄个和合本的今仔日的金句读一摆预备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咱三高来祈祷。愿管人生
遮尔有限，阮要珍惜上帝予阮的日子，好好保持阮的心思意念，互伊诚侪上帝所爱的心田田园。因为阮的心若清，阮的心的土地若柔软，上帝国的种子压落去，就会结实30倍、60倍、100倍。愿阮的心无去互即世界的物质、即世界的名声地位、即个世间人因的跑走的路、因的竞争的面来拍乱阮的心思意念。阮逐个人目睭金金，注神看耶稣。然后追求耶稣予阮的上帝国，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然后规个扣好了后，阮就知阮的欠缺，上帝听阮拢补足。阮来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分享甲提醒，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第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321首，请咱来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奉献上帝对咱的恩典，咱三角来奉献。假使你若第一遍到伫教会，还无清楚奉献的意义，咱毋免奉献袂要紧。
咱起着咱三个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下面请牧师报告甲介绍。今仔日真欢喜有一寡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吼。咱欢迎今仔日几位对温哥华三甲伫遮出席的，迄个廖怀义牧师的公主嘛伫温哥华做长老的庆中兄。庆中长老甲白慧姐来，咱拍一个捧仔欢迎因吼。这我若看到讲，我温哥华拢放咧啊，转来顾老爸陪老爸到最后，这我若勇敢放弃温哥华所有，我若转来陪老爸啊吼。咱欢迎张师大老师陈杰硕老师伫咱的中间，陈老师、陈教授，欢迎哦嘿，这是同事吼，咱阁欢迎另外一个 OK 苏范老师甲张宏医师来，真多谢。讲起来，老家是伫湾林啦，但是即摆咱敢若伫遥远的所在啦吼，无吗？OK， 咱的牧师、蔡元嘉牧师、蔡家元牧师甲牧师娘，咱甲因拍一个来。蔡家元牧师，嘿，也手一个，嘿，嗨。感谢主，转来看一下吼。这过去的牧师吼，会当转来教会行踏，这是足水的见证啊。有一日我若离开了，拜托恁阁互我转来嘿。OK， 咱盐城长老的弟弟郑振良振良兄，咱欢迎来。也阁有一位是我迄个伫温哥华，安尼对我不离不弃，三甲做工，经过真侪风波，甲一间安尼面对大环境，真复杂，然后怎甲台湾人的教会带出来，互我伫人生的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里程碑。邝雅美长老，温哥华的第二长老哈。伊无论伫中会，无论伫遐个新学院，无论伫总会，拢扮演真要紧的工。为着教会，做甲拢头毛去爬去啊吼。我37岁去温哥华的时，头毛也乌的。我要离开的时，头毛已经白到即句啊吼。真多谢。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仔莫压手啦，好毋好？下晡3点，就有一台游览车，咱教会有40几个要去无3点，15点。稍等下，应该4点50吗？4点50吗？确定吼？哎呦，感谢主，我有几啊点钟会当做代志。4点50 ，OK， 好，4点50请为着这团祈祷逐摆若出外5万，这嘛是传福音真要紧的工，所以逐工拢会有灵修的时间吼。然后迄个牧师无伫的时间，我有邀请咱迄个中山教会
黄谦顺牧师做代理牧师，所以若有啥物代志我请办公室甲消费员中级会当联络迄个谦顺牧师来斗相共吼。然后无伫诶时，请咱各遮诶长老执事，请会记加一份心。特别伫即个时，拄即个时我望咱教会有一寡年老诶软正诶各区，我后礼拜我会请因甲各区诶拢写出来，请各区小可加一个注意永成兄甲我想咱有几个人，我想咱遮中级加一份心伫遐。拜三暗早间尊荣长老会放一个教会历史的片，真好的教材请咱斗阵来嘿。我邀请咱的中级你若有咧思考信仰，望你拢会当来参加拜三暗早间，带约翰即个是足要紧的一个咱信仰会当理清一寡物件。后礼拜日有要请汤明忠牧师来咱遮伊要为着新干宫报告无看，是咱教界一个真指标性的牧师请咱伊若来的时，我想伊透早会坐火车来咱望有人款待一定爱互伊食饱才走，毋通互伊了都偷偷走去吼。咱教会逐礼拜的礼拜。你会当报你的亲人朋友知，咱逐礼拜即时上网，所以9点半咱才开始做礼拜。9点半你的手机若点 YouTube 永福教会，而且9点半就开始伫全世界你会当同步做礼拜所以即个伫头前遮每一个人的动作拢袂使凊彩袂当乌边空因为所有的动作马上拢全世界看到，咱注意这样事我若替咱的教会祈祷OK 这少年团契也好妇女团契也好圣经学院我想咱等下有一个节礼拜迄个少年团契要旅游，请家己报名。有一项事我要鼓励。咱教会若有35岁以内的青年，请你会当，若会当爸母鼓励因去参加迄个即边5月17到28，要去日内瓦宣扬台湾进入 WHO 我想青年人爱互伊参加一寡理想性的因为我是原来理事，所以即边有决定一项。遮个青年若有要去，费用补助一半，所以差不多准备5万块都会使。昨暝伫台北开刀有差不多200刀无看，中间是即个部分会用伫即个所在。台南新安医院，我想鼓励逐个人去投考吼，咱需要更较侪有心伫咧思考信仰，替咱读信仰的册，下一寡遮个信仰的。属灵的牧者 ，OK 我想咱有一寡时间，咱家己看，请替咱教会祈祷愿即个教会成做会当荣耀上帝第一人的教会咱今仔日前迄个多纳茨淑芬节，因迄个多纳茨迄个关系就结束。今仔日因要有家己的迄个店开幕，所以若甲迄个李先生甲苏芬姐有熟悉，我想今仔日来当，我来去甲因支持一个、祝福一个吼。以上报告，多谢。下面咱来吟圣诗第22首，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就好。请咱大家来起立。
这个时礼拜堂内面的礼拜已经煞，恁着领受上帝的差遣甲祝福，出去礼拜堂外口，用恁的听，用恁的吞忍，用恁的宽容，用恁的慈悲，用恁真心的服务，用恁对需要的人各种的陪伴，对因讲上帝真正甲恁三合同在，上帝听恁交结。愿你诚做上帝国的使者，征战好的征战。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合同在，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阿门。请坐，别倒。愿上帝赐你平安，甲你同在，坚固你甲你的家。